汉城萧家，萧爷拜山。今日是云岚宗宗主新老传承的大喜日子，你来何事？来赴3年之约，萧宗主。当年带给萧家的退婚之辱，今日一并还回来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大概还会那么做。你我一战，生死各安天命。终于拿出真本事了，正宫，天天美貌，无论你。萧炎，令生凤马。30年合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少爷，3年之约你已经赢了，好快退去。今日我上云岚宗，3件事：第1件便是3年之约；第2件就是替我娘报仇。当年云岚宗纳兰家新运阁为虎作伥，同流合污，逼死我娘，你们以为这抵账，我忘了吗？萧炎，就凭你这点动机，就敢挑衅我们云岚宗了吗？这么说，你是承认了？既然你拿这件事情来发难，那我就跟你问一问是非。清者自清，天下自有公道。陷害我娘，杀害药老的真凶，我已经查出来了。这个欺师灭祖的混蛋，他就是韩风。叛徒之子，何须多言？韩哥是出了事啊！我见老天站在你这边，狼狈为奸，一起上吧！废了我的斗气！你还不如杀了我！杀你也配！小子，这戏该唱完了。只派云岚宗13长老灭我萧家满门，萧家上上下下几百条人命，建成了你接下的亡魂。你爹的事情我也不想的，他不肯把古玉给我。今日我上云岚宗，第3件事是替我萧家报仇，在云山讨公道，下来受死。